實。其實咧個服務開始咧，最初係因為我哋做露宿服務噶嘛，機構係同事咧嗰陣時發現到有啲露宿者就喺街遊啦，佢原來有間屋嘅，擺滿晒，咁所以咧就瞓咗落街咁。所以大概10幾年前咧，嗰陣時同事就做咗一啲義工隊去幫手執屋啊。咁結果咧神奇嘅事就發生啦，2至4個禮拜佢就擺滿晒。佢係咪唔中意打理屋企咋？屋企亂咧一定有原因。香港地咁難揾地方住。有間屋你住嘅時候，你唔會想自己住得唔舒服，一定係有嘢逼到你變成咁樣。即係囤積人士就等於唔中意乾淨啊？其實都唔一定，我哋都見過有啲朋友咧，就係佢有一種狀態嘅，大家可能聽過一種叫做強迫症啦。佢對於物品離開係有啲好高嘅規格要求，可能係講緊佢一定要經過回收，而且佢個分類回收嘅規格係非常之高，分開晒所有嘅塑膠啦，即係3色桶已經滿足唔到佢啦。咁誇張，即係要分埋塑膠1、2、3號啊？紙質有冇光面啦？即係唔同嘅紙質要分開啦，然之後攞去唔同嘅地方去做回收啦。久而久之，所有物品都積存咗喺屋企。簡單講就有入冇出，所有嘢都係。